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观众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我们在蒙古国家中央图书馆，我们即将召开的是成吉思汗和蒙古佛教文化的大型的展览的大型的活动。因为我们今天是蒙古国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诞生日，因为蒙古人民为了我们这个800年，一直我们庆祝这个大型的活动。今天的活动呢，就是蒙古国文化部和蒙古国中央图书馆共同主办，我们是这个成吉思汗和文化遗产的大型的展览。我们今天的展览呢是总共有15个以前是没有公开过一个大型的很珍贵的我们的文化遗产，我们共同展览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的主要内容。欢迎大家，我们今天的展览的主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个是我们刚柱是我们整个佛教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经典。因为呢，我们刚柱是108卷，因为我们公元1220年的时候，这是整个西藏的一个完成甲系的我们邀请来成吉思汗，要求让他们写一个刚柱的我们前2头，这个部分是我们成吉思汗的邀请，它是一个金字，它的后面一个它是钉书的我们整个刚柱。目前是我们刚柱的所有的108卷的前2部是我们成吉思汗指定来完成甲系，和他们跟他的跟他们两位朋友一块来做的。他后面我们做完以后呢，1227年的成吉思汗他们是2次会晤。后来我们这个刚柱的主要的经典的部分呢，我们一直收藏和蒙古国中央图书馆，我们收藏，包括所有它的有证明的有些经典的经书，也有我们收藏我们蒙古国中央图书馆。上面的部分是我们16世纪我们是蒙古柯尔克部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领袖，我们叫超克托台吉。超克托台吉他是找一个画家来画的。这个画像是成吉思汗时代，他是一个蒙古画家，用这个中国的方式来画的。它的上边有一个，上边是一个它的图像还是成吉思汗，它的上边是个老虎，还有这边是一个十字，它是为了我们是昌壮和一个重力的一个表示。它包括它的它上边是一个3块，它是一个柱字，也这种的一个匾字，还有上边是一个弓箭。它也是这个表达是这个成吉思汗黄金甲座的人，为了他们的祖先，他是专门画成这个图像。这个图像目前是我们一直保留的一个蒙古的收藏人的手里。今天是我们头一次我们在这个展览和大家我们的献礼。接下来向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要展览的部分呢，特别是我们成吉思汗有限的图像，还有我们它的下面呢，它的主要的成吉思汗图像有关的它的经书。因为我们本次展览有一个6个单位共同主办，所有6个单位和主要图书馆收藏的东西，包括我们大家看的是我们蒙古国佛教的中心点甘登寺收藏的主要成吉思汗有关的主要的图像，包括它的经书。因为经书呢，这个是我们这个图像证明这个是的成吉思汗的。因为今年的活动呢，主要是我们展示成吉思汗的图像，包括他们的经书。我们每次很多的活动里面，今年的活动是主要内容是我们15个成吉思汗有关的展品，所以我们展品的主要部分大家一起我们参观一下。大家看到是主要的一个很珍贵的一个头一次我们展示公开的展品是这个成吉思汗的图像。因为它是公元17世纪在蒙古地区画的这个图像是非常有意思。大家知道内蒙古鄂尔多斯经常有举办一个它的成吉思汗大祭祀，大祭祀以后整个是鄂尔多斯以外还有
蒙古地区、柯尔克地区，包括我们的青海地区，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大成吉思汗的大祭祀。这个图像的主要的含义是，它整个成吉思汗公元1227年在黄河边上这个流放山部分他的去世，所以它的上边是它有白云喀拉山，还有它的整个成吉思汗他的去世的地方，它是纪念整个青海地区的画家来画的，所以目前是我们青海省还有他的青海地区的蒙古人民，他在祭祀的时候使用这个尊重这个图像。下一步我们接下来有是这个蒙古地区我们成吉思汗的大祭祀有关的图像，因为它的图像是一个很有独特的是包括我们是大的山脉，这个雪山它是蒙古人民，它是共同祭祀大的5迈以后，他成吉思汗慢慢留下来，他是蒙古人这样的一个思维，他的很纪念和尊敬和成吉思汗。他的一个主要的内涵是，它是一个红色的脸，他的脸是特别红红的。下一步呢，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图像，也是这个18、17在蒙古地区来画的这个图像。如果大家也仔细看的话，上边是一个金刚手，还有成吉思汗的整个图像上边是一个海丁青，还有它的左边是狮子，右边是老虎，因为它用的是一个米勒的绿色马，因为他是9位将军也保卫，因为他是蒙古人的思想，如果成吉思汗的后世如果回来的蒙古，整个蒙古大草原上呢，他也是保佑和保护蒙古人民，所以他是蒙古整个他的后裔，蒙古人的他的黄金家族很期待让成吉思汗的伟大的成吉思汗回来。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展览的很珍贵的一个图像，也是第一次我们展出和展览。因为这个是我们黄金甲族最后的一个皇帝，也是我们这个元朝的最后的皇帝李登航。李登航的时代也是这个蒙古的画家邀请这个中国的技术来我们画的这个图像，上面是个成吉思汗，中间是他的成吉思汗的故乡布尔汗山。布尔汗山呢，对地区也是蒙古草原文化，包括马、牛、羊都有。还有上面是它的整个它的这个它是因为蒙古人是我们长生天，还有我们是苍蓝，它是苍蓝是我表示它的博尔特皇后。整个图像呢也是这个16、17这个蒙古的画家做的这个图像一直保留，非常珍惜的一个图像，目前是保留我们还是在蒙古的中央图书馆收藏。下一边是我们整个图像的我们是个原件。刚刚我们是一个主要是研究方面，我们是主要是把它是拿它放大。欢迎大家看的是这个是我们林登航的原件，这个图像的原件非常珍贵的、很宝贵的一个图像。我的左手边这个图像也是刚刚说的这个林登航的成吉思汗图像的放大2倍增加的一个大部分。欢迎你们来到这个蒙古国中央图书馆举办的成吉思汗和蒙古佛教文化遗产这个大型的展览，因为800年以前的蒙古文化和我们佛教文化它是融合一起的主要展示，是我们每年举办。可是今年的展览是非常有特殊，欢迎你们大家和包括我们在线看的所有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的参观。